Hello，呢條片同大家分享一個八字案例，梟神奪食財運差。咁呢一個係男命主嚟嘅，命主其實佢非常之關心自己八字嘅原局噶。梟神奪食，仲問我應該點樣正確去化解。佢更加表示自己有 Google 有 AI，表示呢個梟神奪食實在太恐怖啦，搞到我差啲無言以對。其實呢一個就係我常常講嘅，有心學八字，認認真真揾個心儀嘅老師，有系統地學，東學西學只會變成自己嚇自己，越嚟越混亂。我哋睇下呢個八字，佢嘅天干部分其實係幾唔錯噶，並唔使緊張。至於地支嘅部分，命主確實係需要緊張噶，因為有兩個卯酉對沖，呢個就係佢好在乎嘅梟印奪食嘅部分。但係五行派嘅老師一定會同你講，你知道有呢個形容詞就好啦。八字學講嘅係如何去應對，而唔係天生嘅宿命論。呢個就係我哋點解要學八字、批八字嘅主要原因。所以命主犯嘅係好多人都會犯嘅迷思。如果佢真係一直咁樣堅持落去，好自然地呢一個命主就會朝住冇財運嘅方向繼續行落去。冇財運，你話可唔可怕？如果想要財運，就要知道自己需要咩用神。呢一個命主佢要加強嘅係人際關係，利用人際關係令到佢喺財運上面往上行一步，多啲參加社群活動，多啲同人互動，咁樣命主嘅運勢就會好起嚟，尤其是係財運。所以唔好再梟神奪食啦，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術語。八字術語喺五行派實際嘅批命上面，其實一啲意義都冇噶。既然知道八字嘅問題所在，就要清楚自己應該點樣去做，因為後者先至係最關鍵噶。我哋睇下佢嘅運程，舊年嘅月字同埋今年嘅丙午，佢都係行緊財運。丙午年干支都行財，財運係咪一定好好？我哋單從八字原局，即係我哋嘅本命找用神。冇錯，比劫人際關係可以提升運勢，提升財運，所以命主步入甲子大運，可以話係用神到，整個人嘅思維完全改變咗，聰明晒，有咗人脈關係呢一個重要嘅資源，好好發揮食傷星嘅智慧，創富嘅思維，運程可以有更好嘅提升。最後想重申一點，五行派嘅用神並非固定噶。佢會隨住大運流年運程嘅轉變而轉變噶。拜拜。